創世記第17章，亞伯蘭99歲的時陣，耶和華向伊顯現，對伊講：我是全能的上帝，你著佇我的面前做完全的人，我就甲你立約，予你後代繁盛濟濟。亞伯蘭趴落佇地，上帝閣對伊講：我甲你立約，你要做真濟國的爸。對今仔日以後，你的名無閣再叫亞伯蘭，要叫亞伯拉罕，因為我已經立你做萬族的老爸。我的確予你的後代繁盛濟濟，國度對你立起來，君王對你出來。我要甲你，閣有你的後代建立我的約，做永遠的約，是要做你甲你後代的上帝。我要將你現在寄大的地，就是迦南全地，賜予你甲你的後代永遠做產業。我也的確做一人的上帝。上帝閣對亞伯拉罕講：你甲你的後代的確世世代代要遵守我的約。你人所有的查甫，攏要受割禮。這就是我甲你，閣有你的後代所立的約，是你人所應當遵守的。你人攏要受割禮，這個是我甲你人立約的證據。你人世世代代的查甫，無論是佇家內生的，是佇你的後代之外用銀子對外人買來的，生落來第8日，攏要受割禮。你家內生的，甲你用銀子買的，攏必須受割禮。安尼，我的約就立佇你人族體上，做永遠的約。但無受割禮的查甫，的確要對民中剪除，因為伊背了我的約。上帝閣對亞伯拉罕講：你的某撒萊無閣再叫撒萊，伊的名要叫撒拉。我的確賜福予伊，也要予你對伊得到一個後生。我要賜福予伊，伊也要做真濟國的老母。的確有百姓的君王對伊出來。亞伯拉罕就趴落佇地，暗笑，心內講：100歲的人還閣會當生囝嗎？撒拉已經90歲了，還閣會生養嗎？亞伯拉罕就對上帝講：但願伊實瑪利活佇你的面前。上帝講：毋是安尼，你的某撒拉要予你生一個後生，你要予伊的名叫做以撒。我要甲伊堅定所立的約，做伊後代永遠的約。講到以實瑪利，我也應允你，我的確賜福予伊，予伊興旺，繁盛濟濟。伊的確生出12個族長，我也要予伊誠做大國。到明年的這個時陣，撒拉的確要予你生以撒，我要甲伊堅定所立的約。上帝甲亞伯拉罕講完了話，就離開伊，倒轉去天了。就佇迄日，亞伯拉罕遵照上帝的命令，予伊的後生以實瑪利甲家內的一切查甫，無論是佇家內生的，是用銀子買來的，攏受了割禮。亞伯拉罕受割禮的時陣，年99歲；伊的後生以實瑪利受割禮的時陣，13歲。就佇迄日，亞伯拉罕甲伊後生以實瑪利平平受了割禮。家內所有的人，無論是佇家內生的，是用銀子對外人買來的，也攏平平受了割禮。